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2年的11月21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7篇，耶利米书第30章第1节到17节，启示录21章第5节到27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万象更新。上帝是万象更新了。上帝让万象更新，是因为人们期待着脱离旧的事情，也因为人们深陷在旧的困境和苦难之中，也因此期待着万象能够被上帝所更新。这样的期待基本上就只能靠上帝了，因为只有上帝能够翻转现状，改变过去，让万象都被更新了。如同启示录的经文也明白地提到，上帝将要赐下新天新地，一样在启示录的21章在第1节跟第2节经文这样说道：接着我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那先前的天和地不见了，海也消失了。我又看见圣城，就是新耶路撒冷，由上帝那里从天上降下来，像打粉好的新娘来迎接她的丈夫。新的就是将先前的都消除了，有新的耶路撒冷出现。但是请记得，这耶路撒冷并不是指着实际的建筑物，叙利亚的耶路撒冷城，或是任何实质的礼拜堂。约翰福音第4章第21节到24节，圣经这样记载说，耶稣对他说：你要信我，时刻将到，你们将不会在这山上或是耶路撒冷来敬拜天父。你们撒玛利亚人不知道你们所拜的是谁，我们犹太人知道我们所拜的是谁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来。可是时刻将到，现在就是了。那真正敬拜天父的，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这样的敬拜就是天父所要的。上帝是个灵，敬拜他的人必须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。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，牧师受邀带领合唱团到这个奥地利参加一个国际合唱交流，担任演出的指导。在那一次的行程当中，曾经造访了位在奥地利南方的第2大城格拉茨，旁边有一个小小的乡镇，有一间教堂的名字叫做圣雅各 Saint Jacob。 这个教堂我曾经在我的博士论文当中提到，并且分析这一间礼拜堂的建筑。这间礼拜堂建筑里面全部都是使用宝石来镶嵌的，从地板到天花板的装饰，讲台到椅子，都是色彩鲜艳以及能感阴森的石头所做。是否是受到了今天的经文启示录第21章第9节到25节的记载而盖，我们并不知道，但似乎是非常的类似。
不但有以宝石镶嵌，更是如同23节的经文所述，这个城不需要太阳或月亮的光，因为有上帝的荣光照耀着，而羔羊就是这城的灯。这个礼拜堂真的很不透光，但实际上的感受就是阴暗的冷感，没有那种见到上帝的热情跟温暖。我们再一次回到耶稣基督对这个撒玛利亚人在古简编所说的话，他说：你们将不会在这山上或是耶路撒冷敬拜天父。其实基督徒我们所期待的新天新地，盼望上帝将万象都更新，并不是这样的一个期待和应许。那么基督徒应当期待什么呢？其实应当要期待的是跟上帝所建立的新的关系，上帝的新的赐福。在接续牧师放了一张相片，就是这个Saint Jacob礼拜堂的这个相片。耶利米先知这样说：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对我这样说，你要把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，因为时候将到，我要让我的子民犹大和以色列回归故土，重整家园。我要领他们回到我赐给他们祖先的土地，他们要重新拥有这土地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好，我们回到上帝的应许里面，再次得到上帝的赐福，这才是真正的应许。耶利米先知又这样说到：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，那一天我要折断套在他们脖子上的轭，斩断锁在他们的铁链，他们不再做外国人的奴隶，他们要侍奉我上主他们的上帝，要服侍我所选立来继承大卫的君王。我的子民啊，你不用害怕；以色列人啊，不要惊惶。我要从那遥远之地，从你们流亡的国家，把你们抢救出来。你们要返回故乡，安居乐业，无所恐惧，因为我与你们同在。要拯救你们，我要消灭那些我放逐你们去的国家，但我不消灭你们。我要照你们应得的管教你们，不会灭绝你们。我上主这样宣布了。按照这个经文更明白的说，这个以色列人所期待的回归故土，就是回到跟上帝那个亲密的关系、正确的关系之中。地点在哪里并不重要，因为主所说的，我再告诉你们，你们在地上如果有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祈求，无论求什么，我的天父一定为你们成全。因为凡有2、3个人奉我的名聚集的地方，我就在他们中间。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19节到20节的经文。对于基督徒的终极新盼望，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学习清楚的看见，不要有那种错误的期待。
诗篇117篇，列国啊，你们要颂赞上主；万民啊，你们要颂扬他。他对我们的慈爱多么的坚强，他的信实永远长存。要赞美上主，恳求上帝帮助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能够警醒，能够坚定的来依靠跟随上帝，即便是遇到了困难危难的事情，仍然要学习坚定的依靠，因为主应许要将万象都更新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